伫屏东的中兴国小有6丛树仔，不过树头拢去互钻空，佮灌药啊。学校除了报案，嘛赶紧请树仔的医生来甲这树仔医治。他是专根部诶。 校方先伫现场救封锁线挂牌啊，甲大家讲树仔当咧抢救，莫活过来。树身顶悬阁有上去的民众订的牌架。屏东中地乡中兴国小运动场后壁面的同学步道，这6丛树仔，这几天无风无摇，熊熊叶仔拢翻黄大冷去。有民众行较晚甲看，才发现那6丛树仔拢互钻几落空，而且阁灌药啊，赶紧通报学校。校方讲，迄笪所在大约10年前已经拨予公所使用，树仔嘛无伫学校列管的造册内底，到底是谁做的，因已经报警处理。 警察就说他们会协助可能附近的民众家的监视器，或者是路上的监视器，他们会先调阅，然后看一下能不能找到就是行为人。本所以着手访查周边住户，排查可疑对象，并将加强该区域巡逻密度，防范类似情事再度发生。因为同学报道，常拄有民众来遮运动行大，而且嘛惊有囡仔好闲走来看，发生危险。学校先救封锁线，校长讲，这树仔大概12年左右，除了报警，因要找树仔医生来评估状况。对此，屏东科技大学教授陈建忠表示，英国嘛有人会用灌农药的方式来偷树仔，不过这款做法真正无好。这是足歹的方式，因为唔若树仔死去，因为迄一包药啊嘛是会留伫迄树头顶头。布料尤其是学校的环境哦，迄后摆对囡仔的影响嘛是真大的。教授表示，灌药啊对树仔影响到什么程度，可能要静半年才看得出来。校方强调，因会甲公所合作，尽力救这树仔，同时向行为人追究相关责任。记者柯秉哲、柯家如、柯昭阳、屏东采访报道。